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，兄弟姊妹，恁家己知，阮去恁遐访问，毋是无效果。恁知，阮去恁遐以前，伫菲律比虽然受到迫害甲侮辱，还佫有倚靠咱的上帝，好胆面对真侪阻碍，传上帝的福音互恁。阮的劝勉，毋是出于错误，也是无纯正的动机，嘛毋是要骗人。既然上帝看阮会堪得将福音交托阮，阮就照安尼讲，毋是要互人欢喜，是要互监察阮内心的上帝欢喜。恁知，阮毋捌对恁讲葡萄的话，嘛毋捌有贪心的念头。这上帝会当甲阮作证，阮嘛毋捌对人，无论是恁还是别人，求荣光。虽然做基督的使徒，阮本来通要求恁尊重阮，毋过阮伫恁中间的时，温柔对待恁，亲像儿母在摇囡仔。既然阮遐尼疼惜恁，毋若愿意甲恁分享上帝的福音，连阮家己的性命都甘愿互恁，因为恁是阮所疼的兄弟姊妹，就会记得阮的辛苦甲劳碌。阮传上帝的福音互恁的时，为着无爱加添恁任何人的负担，阮每日在做工。恁甲上帝会当甲阮作证，对恁遮的信徒，阮会做人偌尼纯洁、正直，无通嫌。恁知阮对待恁逐个人，亲像老爸对待家己的儿女。阮苦劝恁、鼓励恁、劝勉恁，爱恁的言行举止会当符合上帝的旨意。伊有调恁进入伊家己的国度甲荣耀。阮嘛为着这个缘故，常常感谢上帝，因为恁对阮听着上帝的话的时，无甲伊看作是人的话，颠倒甲伊看作确实是上帝的话。这个话伫恁信徒中间在运作。兄弟姊妹，恁有拄着伫犹太地上帝的教会，就是属基督耶稣的教会所拄着的代志。恁受到家己同胞的迫害，拄亲像因有受到犹太人的迫害。遐犹太人杀死主耶稣甲众先知，嘛迫害阮，因互上帝无欢喜，嘛甲众人做对敌，甚至阻挡阮传福音互外邦人，互因通得着救。因继续犯罪，直到罪恶灌满，最后上帝的生气临到因身上。兄弟姊妹，阮受迫暂时甲恁分离，不过是身躯三离，心却无离开。阮偌尼迫切爱阁看到恁的面，阮真爱去恁遐。我保罗一遍搁一遍想要去访问恁，毋过撒旦甲阮阻挡。咱的主耶稣来临的时，阮的愿望、欢喜，甲上夸口的是甚物？减毋是恁，恁实在是阮的荣光甲欢喜。